好快就有一年啦！我唔知道原來咧，我老到咁緊要，人哋已經為我準備咗張凳。咁可能咧，即係而家咧得啦，我會坐低。多謝阿 Moon 俾我咧，年年都有機會咧，同喺度咧有好幾位專家啦，或者係叫領導啦，可以咧喺呢一度咧一齊再見一次面。每年一次，好難得，多謝你，湯院長。咁咧原來咧，我係一個中醫師，咁眨下眼就做咗50幾年，咁而家80幾啦，咁唔知點解咁快嘅咧？快到我完全覺得咧冇乜可能嘅，咁咧即係時間太快啦，活在當下唔容易，原來咧亦都好容易，容易到你完全唔知點咁有一日糊里糊塗好在咧都仲係繼續有工作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我覺得太浪費啦。人生苦短我約你出年飲茶，你可能會覺得太耐啦。出年有冇搞錯咁遠？其實真係好快一年，係咪啊？幸福嘅日子好易過，但係當你病咗嘅時候就唔簡單啦。度日如年，亦都係咧有人咧有呢啲咁嘅經驗我哋每日咧都見到好多嘅病人，好多嘅病人咧唔知點解。已經要嚟食藥啦，但係佢哋都仲喺度問我可唔可以食啲乜保健品咧？哇，好多人問嘅喎，咁咧如果我乜都唔知，咁就唔知點算。如果我咧唔推薦又唔得，推薦又好似唔得，咁咧而家咧我發現原來有啲保健品咧係有啲人會揾一啲專家啦，揾一啲咧大學啦，或者係一啲專業嘅社團。嚟到做一個證明，同佢哋檢查過。咁如果有呢啲咁樣嘅證明，有呢啲咁樣嘅 logo 喺度，咁係咪可以放心啲咧？咁如果我咧同佢哋話可以去買啦，去食啦，補充啦，咁我如果冇呢啲咁樣嘅 logo，我應該唔敢去隨便去話食啦，冇可能嘅。咁所以咧，當阿 Moon 咧。好多年前咯，有冇4年啦？應該有4年啦。咁咧，佢搞咗呢一個咁嘅活動，哇！我覺得真係實在太好啦，俾一啲人咧去經更多嘅人去印證啦，同埋咧認識，然後咧先至咧將佢嘅品牌公開於世，等更多嘅人咧有信心去咧採用。咁我覺得咧。阿 Moon 你做咗好事啦，在座咧咁多位嘅專家學者都做咗一啲好事啦，因為有你哋嘅支持，呢個品牌咧先至能夠得到咧一個認可。咁首先恭喜今日能夠咧獲獎嘅朋友、獲獎嘅公司希望你哋咧能夠咧加油，將我哋香港嘅本台做得更好。呢個咧都係。希望在座嘅人都同我一樣，都係希望有香港本台係世界一流嘅。咁樣我哋香港人咧就更加咧幸福。咁我哋自己咧身在其中，亦都係一個幸福，係咪啊？中醫係一個預防醫學為主嘅，但到咗今時今日係好得意，個個問中醫，你識醫咩病啊？乜嘢病你識唔識醫啊？點解咁得意嘅？我哋唔係淨係做呢個醫療，我哋仲係做埋預防嘅。預防我哋走第一步，然後咧第二步咧，其實仲有一樣嘢，除咗治療，仲有康復。希望咧，我借呢一個最寶貴嘅時間，同大家講一講，我哋中醫係值得學習，因為咧中醫係一個實用之學。希望大家多啲對中醫有了解。因為我老啦，我希望多啲好嘅嘢能夠傳承落嚟，能夠咧等大家在座。我估計就算你係攞呢個外國護照，估計你都係中華民族。希望咧將中華民族嘅嘢咧能夠咧好好學習傳承。咁多謝今日喺呢度認識嘅人，祝你哋咧大家都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我哋香港嘅社會能夠有更好、更和諧嘅社會。多謝大家。